咱的礼拜，所以伫礼拜进前，咱用一段时间，用祈祷来准备心，用祈祷来安静伫咱的上主的面前，互咱真正准备好家己，来领受恩典，领受真理，咱做伙来祈祷。因为上帝，阮何等的感谢！因为伫礼拜清早，阮会当来到你的殿院来敬拜你，这是何等互阮心内意爱的事。主你互阮会当伫今仔日的礼拜，会当空空转来，空空入来就饱饱转去，互阮领受恩典的话语，也互阮领受你家己所提醒阮的。互即个礼拜诚做对阮生命大有帮助的敬拜。主，阮将所有同工拢放伫你的手中，因为因是服侍你、佮服侍阮的人，所以阮为因祈祷，求你建立因、连结因，互因诚做一个无破口的团队，互因所服侍当得你的欢喜。佮伫因服侍时，求你继续是阮守事伫因的家庭，互因凡事无艰难。主，阮也为着教会来祈祷，尤其今仔日是宣教的主日，然后阮的教会诚做一个用宣教甲牧养诚做方向的教会，互阮意爱传福音，互阮意爱祝福别人的生命，佮帮助人的需要。互阮无了传福音做一个真重大的事，却是生命上自然的分享。互阮欢喜甲人相同行，彼此陪伴。主，阮知，因为阮也愿意安尼做，你就要甲阮相同行同工，互教会因为安尼来兴旺。主，伫即个暑假天气真正变换的时，求你继续保守整个的台湾，也保守阮每一个人。互阮伫困难的气候内底，犹佫会当健康平安生活。佮一摆甲整个的礼拜摆列伫你的面前，求你感纳，互阮所敬拜诚侪芳芳的献祭到你的面前，也保守也伫路中的兄弟甲新朋友，互因无受阻碍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安尼祈祷拢上靠这所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请咱搁一摆注意咱的手机，互伊嘛当安静，甲咱做伙专注来敬拜咱的主。
盘山过岭底宣告和平，传好消息的使者，因的脚掠那尼亚水，因宣告拯救，对谢安讲：你的上帝做王统治啦！即是请咱同心起立来吟圣诗，圣诗第464首，福音精声在大坛，身躯若无方便的人，请你坐。请坐。这是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圣在，圣在，圣在，愿荣光归伫阮永远的天父。你是宇宙的主宰，创造的源头。你有差遣你的独生囝来到世间，互阮会当因为伊来得着活。愿荣光归伫阮的主耶稣基督。你有显明救赎的道路，互阮会当借着你伫十字架顶的牺牲甲国活，来得着赎回甲永远的活命。愿荣光归圣神上帝，因为你的感动，互阮会当有份伫基督的国活，
佮将主耶稣的疼放伫阮的心内，阮因为安尼生命得到把助，愿一切荣光甲乌罗拢归伫爸、囝、圣神三位一体独一真的上帝。主爱爸上帝，今仔日是阮相连教会的宣教主日，正受阮的囝儿，搁一摆来到圣殿聚集，阮要用敬虔的心来朝见你，乌罗你的圣名。阮国较要伫你的面前来算效你所赏赐一切的恩典。感谢你带领长老教会的宣教先辈，对161年前陆续来到台湾这个宝岛，无数的宣教师因用分离不悔的精神，见证基督的大救恩。阮国较领受你的大恩惠，你对1913年就带领阮的先辈。伫牛埔仔这个所在，开拓牛埔庄讲义所，100多年来，互即间礼拜堂成做万民祈祷的殿。你搁伫1951年竞选相连教会，成做台湾南北基督长老教会合一召开第1届总会的所在，承接宣教甲合一的使命。主啊，阮即个世代的相连兄弟。也是愿意刷接来领受宣教的大使命，互福音对这块土地广传到万国。阿爸爸上帝，阮伫生活甲工作顶面也面临侪的考验。阮的国家伫国际甲社会环境中受到隔壁国大势力真严重的压迫。上时即几日，台湾各所在也面临大雨、地汞。诚做灾难的困境，侪同胞甲土地拄着水灾所带来的损害甲痛苦。主啊，虽然阮拄着种种的挑战，不过因为你有对阮讲，你着勇敢壮胆，无得惊，也无得软，因为你无论倒落去，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伫地。所以伫即个艰难的时刻，阮也是要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一步一步带领，互阮虽然面对苦难，却无拄着无法度担当的艰难。感谢你将这个超越环境的信心甲智慧赏赐互阮，互阮会当用刚强仁爱的心，做阵行过这段充满考验的历程。阮也特别将在后的复原工作交托伫你的圣手，求主赏赐教业的智慧甲资源，带领正受灾的同胞甲所有相关的人员，会当做阵顺利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生活。愿主的话借着牛牧师今早起的信息，成做阮信心的基础，互阮无袂记你相连人欠传福音的罪。甲甘愿做倒步服侍人的精神，伫国家甲社会面对挑战的时，陪伴相连教会成做即个世代的灯台。求你亲自引带阮头前的脚步，赏赐教业的智慧甲信心，互阮无论是伫什么款的处境中，拢会当活出福音所带来的大能力甲愿望，将你所赏赐的疼甲平安的福气，带互世间真人。主啊，阮的兄弟中有人因为心情软弱、身躯欠安，今早起袂当来拜堂，甲阮做阵来敬拜你，也有遭有亲人死失、伤心流目屎的。恳求圣神即时就甲因同在，安慰扶持因，互因无论是伫什么款的境遇中，拢有缘会当将一切仰望交托你。主，阮安尼祈祷无够额，就照主耶稣的教示。三甲出声祈祷。我伫你的愿你的名，叫我靠你的拜，因为各关你永中是所有，爱戴无尽。阿门。
这是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35篇，启应文第35篇，伫圣诗的后面第53页。启应文35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应。见若恁喙打下，就来就滚水。来啊，毋免银，毋免价钱。恁啥事开费钱买迄个袂食得的面？恁着留心听我，就会食迄个好面。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归往耶和华，伊要怜悯伊。耶和华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也无搁倒转。互野种的有种子，我的喙所讲出的话也要安尼，决但无空空倒转来我遮。恁出去要欢欢喜喜，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像要树发生来替草刺，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这时，咱要请圣歌队带咱来学路，因早起所要吟的诗是福音真声，福音真声。
感谢生活队用振奋人心的歌声来带咱乌老主，愿一切荣光拢归予爸囝圣神三一上帝。圣经三角来强读上帝的话，今早起的圣经有2位，第一位的圣经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24章13节到16节，路加福音第24章13节到16节。13节，上迄日，门徒中有2个人要去一个庄头，叫做以马忤斯。这个所在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因伫路中互相在谈论所发生隆重的代志。因谈论来谈论去的时，耶稣亲身行我来，甲因做阵行。因看到，毋过袂认得。第2位的圣经记载伫新约使徒圣经的使徒行传第8章第27节到35节。27节，腓力起来就去，伊伫路中拄着一个伊索比亚的太监，这个人是伊索比亚女王甘大基的财务大臣。伊上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拄要倒去，坐伫车顶在读先知以赛亚的册。圣神甲腓力讲：“你进前徛去底迄台车。”腓力走我去，听到伊在读先知以赛亚的册，就问：“你在读的有了解无？”伊应讲：“无人甲我解释，我哪会了解？”太监就请腓力上车，甲伊做伙坐。伊在读的迄段经文是安尼：伊亲像羊，互人牵去抬，亲像羊仔伫检问的人面前无出声，拢无开喙。伊忍受凌辱的时，无人替伊主持公道。什么人会当说明伊的死去？因为伊的性命对地上消灭。太监问腓力，请问先知这个话是指什么人讲的？是指伊家己，也是指别人？35节，腓力就对迄段经文开始对伊传耶稣的福音。以上是上帝的话，愿上帝祝福照安尼去行的人。今早起本堂梁维真牧师伊所要传讲的信息，题目是同行，请咱恭敬来领受。弟兄姊妹平安。伫领受信息头前，咱先做伙搁一摆用祈祷来准备咱的心。天父，我的上帝，我恭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亲像玛利亚坐伫主耶稣的脚前。我要讲，我已经开我的耳，我的心愿意受教，所以请你来。透过圣神，互我会当明白圣经的真理，也互我有智慧甲开力，照所受教的来行。安尼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今仔日是宣教主日，教会因为宣教就是第一个圣神教日节的迄个报道来成立。2000年来，教会也因为宣教继续有存在的必要性。大家拢知牧师读历史，所以无拍算我会为1805年还是1913年开始讲。但是咱的司会长了真好，伊已经用祈祷来讲好啊。所以我今仔日无要讲上年的历史，嘛无要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怎样进入台湾宣教的历史。我要用同行这个主题，主要要互所有传过福音的兄弟甲同工，搁一摆彼此勉励。
所以今仔日伫即个宣告主日，咱要搁一摆来想，到底什么是宣告？到底什么是传福音？到底什么是个人报道？到底咱传福音是为着什么？少年的时阵，我伫福音团契、学生团契的时阵，阮习惯用四律，毋是干那用四律，搁爱背四律，所以背了足熟的。上帝对你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但是那干那停留伫四律，宣告也好，信用也好，足亲像少年人迄个真爱誓言，真诚，但是可能伫时间内底无一定挡会牢。嘛，亲像彼得对主耶稣讲：“我今仔日就甲你同死，但是24小时还袂过，暝还袂过，鸡鸡还袂提，迄代志就已经挡袂牢。”伫咱开始有一丝丝人生的经历，可能也行过人生的关山，甚至死荫的山谷，有真侪挫折，也有真侪不如意，咱就会发现，四律亲像轨道啦，1点到1点中间拢是直线，但是人生亲像轨域，真大的空间，真长的时间，一点都不线性。充满可能性，也充满变数。对人来讲，真歹预测，无法度意料未来的事。所以传福音，除了个人报道，除了国际祈祷，除了四律甲福音桥，也各有什么？今仔日的经文第一段，咱先等于到旧年年中，咱做伙分享的主题，就是等于到通以马五书的迄段路，然后咱要做伙继续头前来行。伫耶稣过完了后，短短几十天，其实发生足侪的代志。其中通以马五书的路上的故事，是路加福音上尾啊一段故事。一段1天的路程，耶稣半途来加入。伫迄个门徒真正忧愁，完全认袂出伊的状态内底。伫迄个门徒的信心足消扬的啊，足累积的状态内底，耶稣甲因相同行。搁一摆分享迄个拯救的好消息。其实咱讲实在话，1天的路程会当认捌偌济真理，无啥可能。但是无论门徒信心偌尔啊微细，无论门徒伫耶稣的讲解内底会当捌偌济，甚至记得偌济，耶稣充满耐心，就甲因相同行。伊要透过这段路程的陪伴，展现几项事。第一，耶稣是伫上软弱甲无法度的时，毋知要怎样的时，来甲因相同行、相陪伴。耶稣出现伫一个无风景的小路，要去到一个无啥有名声的庄舍。虽然伊吐开讲门徒的信心乃遮细，但是伊愿意耐心甲因相同行，伫因上软者的时阵，伊对因讲愿恁平安，是因为耶稣要伫上无平安的时，上惊吓的时，用国外家己相思平安。咱毋好袂记哩。这个时间，罗马的兵丁也伫咧找耶稣党的人，因为空的坟墓，互因怀疑有人偷摕耶稣的身躯，所以这是一个惊吓不安的时刻。耶稣讲：“愿恁平安。”这个时阵的门徒拄经历耶稣受死，真正死去，
伴会同行，做伙同大，做伙陪伴的代志，到遮结束无未来啊！搁来要安怎？搁来要安怎？虽然有空的父母，虽然有几个负责人，也是阮都有看见耶稣，但是阮都的心也较足犹豫的，足无确定的。即时耶稣三同行，甚至后来甲因做伙三同食。耶稣八饼祝谢就，搁一摆展现迄个设立最后晚餐、设立圣餐的迄个情景，阮都就醒起来，阮都的心就搁一摆受圣神的火来点导，受主耶稣来激励。伫即个经历内底，咱看见一项足趣味的代志。我当时真正会明白，其实毋是啥物知识的累积，是一个一秒钟内底，迄个醒起来，迄个晓悟，因为安尼就对真理得到自由。阮都就无阁受罪恶，无阁受惊吓，无阁受无知来捆绑，因为因拢失败伫耶稣手中，迄个罪恶，迄个惊吓，迄个毋知未来要安怎的无知来捆绑，伫遐就无阁受捆绑，会当伫遐得到喜乐、甲自由自在的人生。这段经历，我想对门徒，虽然迄两个人咱毋知因的名，但是对因的性命一定亲像看因共款。因甲其他的门徒分享，也必然留伫其他的门徒的性命内底，诚最深深的记忆。所以伫过来另外一本伫《使徒行传》内底，路加医生阁写落去初代教会故事，就看见门徒照耶稣的样式，甲其他的人、甲需要的人来三同行。《使徒行传》内底上有名同行的故事，就是伫第8章今日咱所读的。这个故事内底讲到传福音的腓力，甲以索比亚的太监长来同行。太监长头仔讲嘛是一个内廷的长官。面对这段经文，咱首先莫受中国宫廷剧太深的影响，想讲太监一定是目睭斜斜、心内歪歪，真无正常的一个反派。咱哪会好好读圣经内底的描述？第一，咱莫袂记哩，以索比亚是一个有传说、有故事的国家。伫旧约内底，帝王所罗门甲示巴女王，迄个三拄，迄个谈论必然传转去到所在的国家，留下一段故事。第二，圣经讲，这个人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我毋知影为虾米伊会知影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必然有故事。然后，这个人伊的身份描写是讲，伊是一个伫女王手的伫管理财务的大臣，是高级的官员。好啊，本讲伊有大的权力。现代台语也本讲伊是财务的大臣 ，NIV 讲伊是 in charge of all the treasury of the queen， 就是女王有一个私人的财库，会当家己处理，毋是国家的库。有一个私人的财库会当家己处理，这个人受女王的信任来管这个财库，所以咱看见。伊是一个有权、有见识、有知识，佫会晓计算的官员，是大的官员。然后伊伫读一卷足歹读的册，足长的，叫做《以赛亚书》，读咧袂晓。然后有一个人来到伊的身躯边。这个故事，甲咱看见，互咱看见，伫这个内底，耶稣
会当行，到温度会当行，有几啊点，互咱通思考。虽然咱今仔日无法度细节来读这个故事。第一项事是耶稣上天了后，什么人来当行？这段故事引出一个足关键，就是传福音的腓力，伊受好调就顺服来当行。这段故事嘛，在问一个问题：耶稣上天了后，什么人来当行？是咱吗？咱愿意成做传福音的人来相当行吗？圣经在问咱。第二，这是一个足特别的当行的旅程，这是一个意外的旅程。圣是因带腓力行入去旷野的路，圣神因带伊，互伊会当伫无人的路，愿意去进入一个 impossible journey。圣经的地理安尼讲，这是一个已经荒废的路程，所以无人。但是腓力受感动甲呼召，就行入这条路。伫这个路程，伊顺服，无顾风险，因为摸袂记这条路无人，有可能受抢劫，有可能拄着性命的危险，有可能拄着意外。但是腓力，伊就安尼行一条上帝爱伊行的路。伫旷野中，咱看见一个足特别的场景，有一个豪华、真舒适大只的马车伫中间，然后有一个其他国家的高级官员伫迄个车顶读以赛亚书。上帝互这个人的心准备好，然后伊足较无明白真理，但是读无，所以伊就主动邀请腓力上伊的车来解说圣经。腓力就对仆人的歌直直讲到耶稣的福音，来传福音互伊。然后这个交计算的高级官员太监长，可能一世人敢若即摆的冲动尔，就安尼来信主，安尼来受洗，成做上帝的儿子。所以这是一个一世人特别的做伙。然后受洗了后，腓力完成伊的任务，主就甲伊带走啊。太监长就一个人继续伊的旅程，心内欢喜平安。咱会当想象，因可能一世人拢袂搁一摆见着对方，但是因一世人一定会记得这个足特别伫旷野内底的山堵。伫迄个山堵内底，真水的谈话，真丰盛的旅程。对耶稣以马五斯甲门徒相同行，对腓力传福音的腓力甲伊索比亚的太监长的同行，咱会当发现几项足特别的事。第一，耶稣的同行甲腓力的同行有真侪真相同共款的所在。第一项事就是 walk with the strangers， 甲迄个无熟悉的人、陌生人的同行。耶稣甲两个无名的门徒同行，迄两个门徒迄时毋捌伊，因对方若亲像无相捌的人。腓力甲即个太监长进前毋捌拄着，无熟悉，以后嘛袂拄着。但是传福音的人就是安尼啊，咱有当时会拄着咱无熟悉的人，但是上帝交托咱迄个福音的使命，咱就是爱去。所以咱准备好啊嘛？咱的
圣经就是为这个时间，毋是？咱的心态准备好啊嘛？咱行好事，迄个行动的气力，即时的气力，准备好啊嘛？我伫洗礼班常常甲因分享讲，迄个慧玲若伫迄时甲伊讲，哎呀，这以赛亚书足歹读的，我嘛无解理解，无咱换一本来读看卖。你感迄个太监长会安怎？可能甲车落车，即个故事就无啊，无后壁。但是慧玲可见有好好读圣经，所以伫迄个需要内底，及时的需要内底，就安尼发挥伊的作用。慧玲有行动力，圣神找伊去就去，伊袂伫遐甲伊辩论讲啊，无即条路足危险，无咱换一条路。所以才有后来的故事。伫即个故事内底，咱怎样得到启发？咱怎样发现呢？第二个是，这就是一个意外的旅程，是一个知影会分手的旅程，有结束的。这是一个意外的旅程，因为是圣神的感动，是人看做无可能。但是要成就上帝的可能，这个旅程有结束，但是所压落来福音的种子，无一定咱受挂，但是咱犹原欢喜也静。这个旅程有一寡疑问，得到一寡分享。阮都甲太监长拢有一寡疑问，耶稣甲腓力互因一寡分享。咱拢知半工一工，甚至咱几若年的陪伴，真正有限。咱无可能解决人生所有的问题，但是遐个分享会沉淀的沉落来，伫迄个人的生命的下站，可能暂时安静看无，但是有一天上帝的时间成熟迄个时阵。人就晓悟，就成做生命改变的迄个关键。对这段圣经，咱得到怎样的启发啊？第一，咱毋好遐尔啊着急来下定义，来互人答案。传福音的是咱毋好伤急啦，咱毋好伤急来定义咱咧带遐个福音朋友。毋好直直在问讲啊，今仔日会决一支倒无？啊，明仔载会来报洗礼班无？啊，后日会洗礼无？啊，搁后日会做同工无？虽然我是洗礼班的老师，我无安尼要求。毋好遐急，爱有标准的答案。咱爱足认真、足认真，伫上帝所交托咱迄段路来同行。咱爱专心伫即段路内底，然后咱会发现，毋是干那福音朋友哦，咱嘛会得到利益。咱的生命无拍算甲伊互动内底，会成长，会扩展，会无共款。第二，咱爱知迄个温柔安静的陪伴，就是上帝同在的记号。伫即段路程内底，虽然有时阵咱会谈话会分享，有问题有分享，有问题有分享，但是可能有一段路，咱甚至拢无讲话，咱甚至彼此拢安静，因为有一寡代志可能无一定有答案，但是就是静静无声，迄个温柔安静的陪伴，已经是上帝同在的记号。伫迄个无人的旷野，伫人生上孤单的路站，荒无人烟，有伴就是上帝的同在。也咱毋好袂记哩，咱甲人相同行陪伴内底，主迄个看袂到的陪伴，嘛伫咱的中间。时间若到，事就成。有个人的信仰生命亲像野地花啦，足紧茂盛，足紧生长，咱会当及时就甲收割。但是有寡人的生命，伊足亲像稀落去的啦，迄1公里、1公里、1公分、1公分在中段，目睭看无，
甚至咱无一定会等着，但是总有一天，可能几啊十年了后，伊会大长呢，伊会有足大阴影来成做过路人的帮咱甲祝福，敢毋是？所以传福音的人爱有耐心，爱有耐心啦，爱学习听候啦，爱有耐性。爱学习怎样仰望上帝的时间，学习相信上帝的时间若到，事就成。亲爱的兄弟，伫这个素食的时代，伫这个爱讲究 KPI 甲业绩的时代，咱太容易专注伫遐短暂的代志、眼前的代志。我们喜欢得到历史的结果，咱以后迄个即马就有的结果啦。但是真可惜啊，成长就是慢啊，是遐尼啊慢，是遐尼啊弯弯的路，毋是直的路，是弯曲的路呢。甚至成长是会疼的过程呢。咱若诚做青少年过，也是咱试过青少年的灾，成长是真正会疼的，身躯会疼，心内会疼的。成长是会经历跋倒的，甚至真侪跋倒的。所以，亲爱兄弟，互咱搁较专注伫过程，专心伫遐，食饭就食饭，困就好好啊困。陪伴人就专心陪伴人，毋好一直计较讲啊，行到对啊，明仔会决志无，后日会洗礼无，来反转过来学习，毋好太计较，过度计较，迄个开始甲结束甲结果，因为迄是上帝的代志，咱的角色就是伫上帝交托迄段路。甲因相同行就好，因为这是上帝交托咱的任务，结果是上帝的代志。最后，牧师要甲咱分享一个故事，是我伫大学内底的故事。我大学伫学生团契服侍，我捌带过一个少年的学妹，生了水水，身材真好。人高强大汉，也因为安尼，少年心情还袂定着，所以伫团契内底有当时来，有当时无来。我用1年的时间陪伊读马太福音，后来我发现我经验不够，不应该用马太福音，应该陪伊读马可福音较对。尤其马太福音拢耶稣的讲论有够复杂，真歹读。不过感谢上帝啦，虽然无读到28章，讲恁着去迄段，但是至少读到25、26吼，嘛知影分迄个绵羊甲山羊迄个故事吼，所以互伊知影怎样会得上帝的欢喜。后来因为读足的原因，就读到遮，将近1年的时间。后来伊伫团契嘛是有当时来，有当时无来，有当时稳定，有当时人走无去，就安尼坎坎坷坷来毕业。我无阁看到伊，然后伫19年了后，亲像奥古斯丁因妈妈嘛是19年呢。19年了后，我永远会记得，伫一个人的婚礼内底，我拄着伊。伊走来我头前甲我讲一句话，伊讲：学姐，我一定要来找你，因为我要甲你说多谢。你是伫我的信仰生命内底第一个开会时间伫我身上的人。你陪我读圣经，伫将近1年的久长内底。当我即马我的家庭好势，我的工作好势，我稳定伫教会服侍。多谢你，因为你所付出的，我要甲你讲，有收获，有结果。然后到即马我拢无阁拄着伊，阮亲像迄个2个人吼，就安尼分开，逐个家己的人生路站。伊的人生会阁拄着困难无？我相信会啦。
无人的人生遮尔顺遂。伊的信用敢会阁拄着悬悬低低？我相信会啦。但是伊甲我讲，我所亚福音的情志有重大，我就心内欢喜。咱传福音就是安尼，咱无一定看到结果，但是咱所亚的拢无白白，因为伊会伫迄个人的性命存在，一直到上帝事成的时，愿咱彼此勉励，继续成做传福音的人，来回应上帝呼召，甲人相同行。伫因上孤单、上需要、上无人陪伴、上软弱的路段，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是你，互阮伫人生的路站有遐尼甲阮相同行的人，遐尼多，遐尼多。我每一工想起来，就心内真正欢喜，佮感谢。主你也呼召阮诚做，因为安尼愿意甲人相同行、传福音的人。主你鼓励阮，无论阮的口才好也歹，无论阮信主的年日是长还是短，无论阮伫倒一个所在，拢愿意顺服你方调，也福音的经济，分享你的恩典，就人要因为安尼性命得到改变。同款诚做上帝所听的囝子，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再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新圣诗第646首，耶稣召我来行天路，请咱起立来吟。
时咱用奉献来刷接咱的礼拜。请咱起立，同心来感谢。天父上帝所有一切，拢是你所有。阮愿意将你所赏赐予阮，无论是时间、财情，或者是金钱，拢甘心乐意奉献伫你的面前，做圣工的路用。恳求你降纳阮所献，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这时我来报告。本主日是本会所定宣教主日，呼吁兄弟共同关心教会各项宣教事工，透过参与、祈祷甲奉献，做阵来宣教，福音带予每一个人真正的平安、甲喜乐，以及更加丰盛的生命。也愿信心引带咱，互咱会当有三当行陪伴的人。第二点，有无总讲义所的消息。咱要伫7月12日主日的下午，邀请陈柏阳委员来甲咱分享台北城市的未来的环境。即摆的讲座是自由入场，毋免报名。但是有开放咱教会的会友简餐的登记。补充报告。第3点，
集体关怀补充本会会友苏正金姊妹廖光富兄弟的太太，伫7月27日安享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亲自安慰为主。另外，佫补充一点，会友关怀的时间有登伫周报我伫遮来报告。为着要落实咱牧区会友关怀的时间提醒各位兄弟恁若有搬厝，还是有换电话号码请你的确将新的地址或者是电话来交互咱的牧师或者是教会办公室。以上补充。这时阵要请刘牧师来欢迎来宾以及牧养代祷。牧师。咱今日是咱教会的宣告主日所以咱伫书记有青少年儿童拢有要派这个带宣队出去所以咱这个时阵要来大因呈现所以请这个同工这个时阵弄出来到头前。歹势，咱伫外面无听到。无咱先请刘牧师来介绍来宾吼。即只代表教会来欢迎第109中间做伙来敬拜兄弟甲新朋友吼。第一位是王冠弟王全志弟兄，伊对长滨教会来到台北来旅游，请你徛徛，互阮来欢迎你。请坐。第二位是郭连玉姊妹的遗属，郭连玉姐妹的遗属来到教会，细社教会伫双类佮间隔的帮赞佮关怀，伫后壁的所在，咱甲伊欢迎，也继续为着这个家庭来祈祷求主的安慰，甲扶持伫的中间，请坐。也佮有其他第一摆伫中间做伙。礼拜兄弟也是新朋友也无，若无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伫遮做伙，为着教会来祈祷，求你互本堂以及所有的机构，无论是幼儿园，无论是安养中心，无论是伫新庄各种的所在，互阮所做一切事工来诚做荣耀你，佮互人得到利益的事工，祝互阮参与伫人生命的改变。也因为安尼，阮的生命得到成长。主，阮为着兄弟姊妹中间，若有身体欠安，还是心神软弱，求你继续来扶持、安慰、医治。若伫世上亲人的，主你的安慰，甲国外的大愿望，就伫因的身上来帮助因，互因无抵到过头的伤心。这2礼拜，台湾有真大的雨。主啊，你互受灾的所在甲百姓会当得到帮助。若是兄弟中间若有受到灾害也是困难的，主也求你继续帮助，佮找肯教育的帮助，无论是人也是资源伫因中间，互伊会当紧紧倒来到真正正常的生活内底。主，阮所祈祷无够也，求你继续听阮的祈求，也帮助需要的人。佮伫宣教的事工中间，甲阮同工来引导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我说大家报告，因为这青少年因是书记的活动，所以咱伫7月12才要来
初献吼，那虽然7月12。这是咱来吟线会诗，圣诗第514首。吟诗线，请蔡牧师来祝祷。请咱。愿各我的主甲恁同行，互恁有气力，甲需要的人同行。愿主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神的保守看顾交通，甲恁三甲之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们。请坐，庙岛谢阮享受初献。